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3月4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養老問題聊一聊這個，尤其是農村養老問題。今天這個經濟觀察報它刊登一篇報道，叫《養老院運營難，1.2億農村老人怎麼辦》。這是經濟觀察報的報道文章說2025年，張鵬飛陸續調研了湖南、江蘇等地50餘家農村養老機構，這些機構的發展現狀並不樂觀。調研顯示，市場化運營的養老機構依舊是極少數，大部分機構由政府兜底，少部分採取公建民營模式，由公家建設，由民營主體來運營這麼個模式農村養老機構的服務現狀也不樂觀，通常是1名50多歲的護理員負責10餘名老人的現象比比皆是。機構只能滿足老人的一日三餐和基礎護理需求，沒辦法提供個性化或精神文化方面的服務。這個張鵬飛曾多年在連鎖化養老機構擔任總經理，現為高邮市春風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負責人，主要負責各類養老項目諮詢管理、養老服務第三方評估等業務。他表示受農村老人購買力、養老觀念等因素制約，市場仍缺乏到農村新建養老機構的動力。採訪中，多位養老行業從業者也提及，短期內農村養老機構大概率仍是不賺錢的投資項目。相比於市場層面的遇冷，近2年，農村養老機構在政策層面不斷升溫。2025年12月，民政部部長陸志源在全國民政工作會議上提出，2020年要完善發展農村養老服務政策措施，支持發展農村互助養老，加快補齊農村養老服務短板。中國老年學和老年醫學學會學術部主任鄭志剛表示，農村地區老齡化程度高於城市，農村養老服務仍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要讓農村養老機構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改革加大幫扶力度，並進一步細化。實話實說應該說農村有巨大的養老需求，但是按照我們這個網上經常說的沒有錢的需求能叫需求嗎？也就是農村它有非常大的這個養老的这個对吧這種要求但是沒有錢，就好比買房一樣，很多人沒有房子對吧，有一套房這也是需求但他沒錢，那這個需求叫什麼需求呢？算不算有效需求呢？所以這裡面是不是就有問題了？總覺得哪兒出了什麼問題。所以這個經濟觀察報說收入是關鍵制約因素，急需要養老的農民他卻沒有錢。如果市場化對吧，讓他們每個人一個月掏幾千塊錢養老，他沒錢。自2024年以來，每月向老人家屬催繳費用成為安徽永泰養老服務有限公司，就是安徽永泰養老董事長汪佩最頭疼的問題之一。家屬們經常会問，怎麼這麼快又要繳費了？能不能再推遲幾天？汪佩在安徽運營着多家農村養老機構，每月收費2000元到3000元。機構內的老人大多來自周邊鄉鎮，養老金有限，費用通常由子女承擔。他說，面對老人家屬懇切的目光，催繳費用時常常感到於心不忍。由於收入有限，農村老年人入住養老機構所帶來的經濟負擔幾乎相當於普通家庭額外背負一筆房貸。在農村或鄉鎮區域，養老機構普遍採用普惠型模式，月收費通常在2000元至5000元，但對比農村老人的收入，這一費用依舊偏高。2023年，城鄉居民基礎養老保險金人均214元每月，養老金只有214塊錢，而這些農村的養老院一個月收入最少是2000，是他養老金的10倍。這個2000、3000、5000，不要說老年人了，就是他們的孩子，他們一個月收入有這麼多嗎？有多少人一個月工資也只有3000左右的？所以問題出在哪兒調研中，張鵬飛發現，農村地區許多空巢老人迫切需要養老機構服務，但受收入所限，只能選擇居家養老，生活品質比較糟糕。比如獨居老人很少每天做新鮮飯菜，常常一頓吃2天，或是煮清水面，用剩飯煮粥，也無法完成測量血壓、血糖監測、定期清潔等健康管理。
張鹏飛表示他說農村地區老人能否入住養老機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子女的經濟實力。如果一个地方老龄化程度较高，且劳动力大多外出務工，当地农村養老機構的入住率往往更高。據汪佩觀察是近兩年來受部分行業調整和經濟增長承壓的影響，機構內部部分入住老人的子女就業受到一定衝擊，支付能力有所下降，受此影響，部分家屬選擇將老人接回家中照料。我想這也是個必然現象，對吧？但這個子女他在外面一個月都拿不到3000，老人在養老院一個月3000，然後呢，如果家裡也有孩子要照顧，所以這恐怕就有人就被迫從城裡面返鄉返回農村照顧孩子照顧老人。除布局農村養老機構外，安徽永泰養老在城市也設有多家機構。近年來城鄉養老機構運營成本持續上升，但城區養老院可以適度上調護理費用，農村養老機構近5年卻一直未能提高收費標準。汪佩說哪怕每月只漲100元，養老機構也要反覆權衡。農村家屬對價格調整普遍反應強烈，許多老人深知子女經濟狀況拮據，有時會向汪佩坦言，覺得自己入住養老機構成了家庭負擔。他說不少老人一直盼着每月200餘元的基礎養老金能夠多漲一漲，減輕子女的經濟壓力。總之咱們現在已經老齡化社會到來，養老就是個大問題，農村養老那是更是個大問題。農村養老院的經營難題，最近2年安徽永泰養老停止了在農村繼續擴張養老機構的步伐，轉而將布局重心轉向城市。集團布局策略調整的原因是農村養老機構開源節流越發困難，就在農村開養老院賠錢不賺錢，受得了嗎？一方面農村養老機構的開源受多重先天因素限制。汪佩表示除農村老人購買力有限外，農村地區老人居住地分散，一家農村養老機構能覆蓋的服務人群有限，想通過提升入住率增加營收難度很大。另一方面，近年來養老機構運營成本不斷上漲，近年來發生了幾起養老機構安全事故，推高了機構的合規運營成本。以消防合規為例，汪佩算了一筆賬，一家中小型養老機構在消防水箱、消防噴淋系統等消防設施上的投入費用就近100萬元。去年安徽永泰養老管轄的一家約70張床位全部為平房的農村養老機構，就因考慮消防投資回報比選擇關停。汪佩說規範化運營是行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但落到實際，農村養老機構本就在掙扎在微利線上，新增近100萬元的改造費用，僅靠幾十張床位何時才能收回投資？汪佩的經歷不是個例，據記者多方了解，近年來一批中小型養老機構因消防改造帶來的成本壓力選擇關停。民政部數據顯示，近幾年全國養老機構數量呈緩慢下滑趨勢，其中2025年下跌最明顯。2024年4季度全國養老機構為39411家，比2024年同期減少1014家。一方面是養老的需求在增加，老齡化社會越來越嚴重；一方面是養老機構在萎縮，逆向淘汰。這是為什麼？養老機構它本來賺錢就難，尤其是面對農村的，但是它的運營成本是肉眼可見的在增加。這是為什麼？調研中，張鵬飛發現，在收益較低的背景下，部分養老機構為維持運營，在服務質量和合規性上都存在一定的短板。比如，部分農村養老機構收住了約50名老人，但只配備了3至5名護理人員，老人與護理員配比達不到最低要求。消防控制室要求雙人雙崗值班，部分養老院則由院長和行政人員兼職頂替。他表示由於大量農村養老機構為公辦性質，相關部門在合規檢查上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汪佩說農村養老機構雖承載普惠使命，但企業不能長期虧損經營。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沒有相應的政策支持，農村養老機構的內生動力依然不足。這個經濟觀察報說那破局的方法那怎麼辦呢？截至2021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約有 2.67 億，其中農村老年人口約 1.2 億。在農村老人普遍面臨收入有限、照料缺位、情感缺失等問題的背景下，加快發展農村養老機構已迫在眉睫。鄭志剛表示農村養老市場
場非常巨大，也是国家政策大力推动的蓝海市场，让农村養老機構實現高質量發展，針對性的解決支付能力和運營成本問題，已成為行業共識。近幾年，安徽永泰養老的農村養老機構勉強維持在盈虧平衡線上。王佩說開辦養老機構最大的成本之一是設施建設或租賃成本。集團農村養老機構能持續運營的關鍵因素在於，這些機構大多為公建民營項目，前期設施投入和物業成本基本由政府部門承擔，因此即便營收不高，仍能保有一定的利潤空間。張鹏飛在走訪調研中總結，政府將農村地區原有敬老院通過公建民營改革，尋求第三方運營，是快速吸引市場化力量進入農村的關鍵舉措。公建民營形式既能提升農村養老機構服務水平，也能減少企業前期資金投入壓力和溝通成本。2021年以來，西安、海南、天津等多地民政部门出台養老機構公建民營管理辦法，意在进一步調動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事業積極性，規範養老機構公建民營運營管理。這個張鵬飛還提醒他說部分農村地區養老機構即便做公建民營改革，也可能缺乏吸引力。政府部門可將當地養老機構集中打包，交由專業的第三方運營，以提高運營效率和效益，盤活現有農村養老資源。其次，打造特色化農村養老機構也被視為一條可行路徑。調研中，張鵬飛發現一些小而美的農村養老機構發展態勢良好，比如一家小型機構只收住認知症老人，也就是有一定的这個認知障礙的即便收費高於普通養老院，入住率仍遠高於當地平均水平。這個指的是那些失能的老人。除了扶持供給端的養老機構，多位受訪者也認為，提升老人的支付能力同樣需要政策進一步發力。今年1月，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最高每月800元的養老服務消費補貼在全國落地。汪佩的農村養老機構很快從中受益。他說這項補貼對農村老人而言就像是雪中送炭，極大減輕了他們入住養老機構的經濟負擔。汪佩說政策在提高老人收入方面仍有空間。許多農村老人患有各種慢性病，每月200餘元的養老金難以支撐他們過上有尊嚴、有質量的晚年生活。郑志剛表示，要認識到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同樣政策補貼，不同地區老人獲得感差距很大，因此下一步政策設計需要更加靈活，包括因地制宜，平衡農村養老機構合規化運營與可持續發展，為不同老年人群提供分層分類支持等。這個就是經濟觀察報刊登的養老院運營難，1.2億農村老人怎麼辦？實際上，如果我們要穿透下去要歸根結底，找到根子上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怎麼回事，对吧？根本問題在哪兒？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但是各行各業都出問題，不是問題它也會出現問題。表面上看是養老問題，對吧？實際上是分配問題。你表面上看是分配問題，實際上是認知問題對吧？是體制問題。所以我們如果停留在養老這個問題上來討論的話就有很多問題你解決不了。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你比如說農村的養老機構運營成本高，這個農村老人自己在自己家住着，那就是隨便，對吧？也沒人去查他消防，沒人查他衛生。但是你要搞個養老院，這個安全要不要查？當然要查，对吧？消防不查嗎？大家還記得那個，我記得是前年吧，這個北京下大雨是去年還是前年？那個密雲，對吧？一個養老院多少個老人呢？就全部遇難，失能老人，對吧？山洪一爆發，水位一上來，這些人跑不了，只有幾個能動的跑到2樓躲過一劫。這個悲劇是吧？還有很多悲劇那不都是跟安全有關嗎？人家把老人送到養老院去，結果得不到很好的照料，反而還命沒了，對吧？所以說你說消防要不要管？你比如說吧，這個我記得這個咱們經常開玩笑的這個黑龍江是吧？養老院管理不規範嗎？籃子被人割了，這難道是開玩笑？這不是媒體報道的嗎？你說這些管理要不要規範？管理要規範的成本就上去了，就這麼簡單。所以說你看，一邊是刚性的成本，當然了就不說那些稅費各種各樣的其他的这個費用，反正总之你只要要求一下，它的成本就上去一下。但是這些要求呢顯得也很合規，你也很有必要。你說不要求吧，不要求籃子被人割掉了，所以這些矛盾对吧？你說怎麼解決？歸根結底在哪兒？實際上各個地方政府是吧，它都有養老院，公辦養老院，但是公辦養老院呢也是種種原因它也搞不下去，完了之後它也收不到人，很多老人不願意去，導致這個養老資源荒廢沒有有效利用。所以現在提倡由民營機構去盤活，由民營機構去運營這個養老院，但是民營機構人家是要賺錢的。這就讓我想起這個年前
前對吧，被这個新京報揭露出來的湖北襄樊還是什麼地方，就那一帶是吧？金人民醫院，人家找到一條生財之道，怎麼從這個醫保基金裡面扣錢，把人搞進去養着，你說說吧。所以你發現這些事情亂得像一坨麻，對吧？不管這個養老行業，其他行業都一樣啊，都是一坨麻。一坨麻的歸根結底原因是啥啊？缺乏有效的監督嘛。就按照文章這個專家所說的啊，把這個公辦的養老院啊交由民營機構去運營。如果你不好好監督的話，這中間有多大的貓膩，對吧？又有多少灰色地帶，又有多少權錢交易？為什麼在新加坡或者在美西方，它不是問題的問題？我們也照搬照學來了，但是放到這兒就出了好多問題呢。歸根結底就是人家後面有一套監督機制，你沒學，是不是這個道理啊？養老那麼複雜嗎？美西方是怎麼解決養老的？日本怎麼解決的？韓國怎麼解決的？新加坡怎麼解決的？這問題複雜嗎？不複雜的吧？總比芯片簡單，總比光刻機簡单。那為啥學不來呢？背後有一套東西你沒學，它就出問題。這個解決農村養老院的這個問題啊，農民養老的問題，當然這最歸根結底還是提高收入，對吧？讓他們退休金啊稍微高一點。但是光提高收入也解決不了，這有必要提高收入啊，這是必須的，亟待提高。但是光提高還是解決不了，為什麼呢？因為農村老人養老，你看看養老院動輒3000塊一個月，那我們現在還肯定沒那個水平，說把農民的養老金提高到3000一個月，這也不現實啊。所以導致你這個農村的老頭老太太去養老的話，那就得子女出錢，而子女現在对吧，你讓就業難，收入在下降，有的買了房子按揭貸款都斷了，他哪有錢呢？這個反過來制約了韭菜牛馬消費。大家一想到這個情況就更不願意花錢，對吧？玩命的存錢，因為老了你就是這樣，所以消費你就刺激不起來，对吧？大家稍微有點錢就存銀行，誰都靠不住啊，這不就是養老問題嗎？實際上啊，這個他說的是農村養老，我們看過很多報道啊，城市裡面養老也差不多啊，能好哪兒去呢？城市的養老啊，或許這個人的他的退休金啊，跟他這個每個月養老的費用接近。你要是胡一進老師的話，也可能對吧？他的退休金可能還高一點，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檔次的这種不同的這個服務標準的這種養老，對吧？還有高端的養老，一個月1萬多、2萬的，你普通的養老一個月4000、5000，在城裡面啊，是這樣的吧？普通的養老就是管你吃管你喝，有個780，對吧？白天在院子裡曬曬太陽，這還是行動正常的、能夠自理的老人，對吧？一個月4、5千啊，這是最基本的，在城裡面吧，差不多就這個價錢啊，北京吧。當然你也有高端的，那就根據你的退休金唄。所以我說這個你要在城裡面啊，基本上退休金能跟你這個養老差不多能匹配上，但是也有其他問題。城市居民他的生活這個要求也多啊，生活水準要高一點，所以說他這個最終也是啊，要子女去倒貼，這還僅僅是對吧？是叫行動正常、功能正常的，也有很多失能老人，那就更完。所以接下来這個養老問題是個大問題。當然了，隨着經濟下行啊，隨着很多農民工找不到工作，收入越來越低，很多人被迫啊回家。一回家之後，他就把老人对吧，也不要去養老院了，自己在家養，孩子也在家養。這樣的話，有一個人回家專門照顧家裡，對吧？一個人在外面打工，那就家庭收入對吧更加下降，收入下降，消費更加下降，對吧？這就是叫惡性循環了。說到這個農村養老啊，那我是最有發言權的。我身邊啊很多老人呢，都是各種各樣的問題，都是遇到養老問題。老了之後啊，首先是農村的這個老頭老太太，只要他沒有基礎病，他基本上他对吧，從這個本能上他也不需要去養老院。只要他沒有基礎病啊，他行動正常，別管他多大年紀，他能自食其力，他不需要去養老。恰恰是很多啊需要養老的都是那些多多少少有各種基礎病的，自理能力差的。現在農村都是空巢老人，对吧？就是農村空心化，年輕人帶着孩子走了，去城裡了，打工去了，家裡就剩老人。我們家有一個老人啊，很近啊，老頭老太太两人呢在農村，孩子實際上就在縣城啊，自己還在縣城打工，然後呢老太太就到縣城去帶孫子去了，老頭一個人在家。他們每天晚上白天就靠那個打視頻啊，通過話。結果有一天啊，大概6月份吧，前幾年啊，老頭出去他種點地啊，種點菜，你知道吧？結果在外面幹活，不知道是怎麼摔着了還怎麼着了，這什麼原因都不知道。總之老太太晚上打電話沒人接啊，怎麼打都打不通，沒人接，讓他沒辦法。第二天早上他又打電話給這個附近的親戚，那個親戚住的也不算太近啊，大概有個2里路，委托他到他家去看看老頭怎麼回事，怎麼不接電話呀？打了一晚上都打不通，不知道跑哪兒去了。這個親戚啊到他們家去一找，門是開的，然後附近一找，在離他們家
不遠的這個地裡面那個溝裡面掉溝裡了，溝也不深啊，反正就不知道什麼原因掉溝裡就死了。有时候天熱，好像這個第2天找到的吧，還是第3天找到的，人都已經那个叫什麼，他不是死早死了啊，这人都已經這個臭了，你知道吧？這就是農村養老的這個老人的這個現狀。還有一個我一個親屬，那更是孩子都在外地打工，家裡就剩他一個老人，80歲女的，有各種基礎病，這孩子在外面呢也沒那個條件說把他接過去，畢竟都是自己管自己，都勉勉強強啊。所以老太太一個人在家，離他家不遠是這個老太太弟弟，年紀也不小了，就大概76、7歲吧。這個弟弟啊也喜歡喝2杯酒，好像有一次是喝了酒之後騎電瓶車把自己腿給撞折了。弟弟也是一個人在家啊，孩子也是在外面打工，一個人在家瘸着一條腿啊，架着拐生活。子女沒有辦法啊，就是在這個老太太家呀裝了好多攝像頭，就害怕這老太太在家裡，老太太有基礎病啊，什麼高血壓、糖尿病一大堆，裝了攝像頭，沒事就看看攝像頭，看老太太怎麼樣。結果有一天就發現這個通過攝像頭看見老太太倒在地上，那他遠水解不了近渴啊，他沒辦法，只能乾着急。那他那個村莊就沒幾個人，那孩子趕緊給舅舅打電話，就是那個老太太弟弟打電話。老太太弟弟一聽說，趕緊架着拐棍吶，架着拐棍，這是從他們家趕到這個老太太家，把拐棍到了客廳啊，把門打開，把拐棍一放，去從地上扶那個老太太。你想想這個場景啊。這就是農村這個老人的現狀，70多的瘸子，扶80多的這個高血壓、什麼糖尿病，還有一點老年痴呆這個症狀。像這些人，你就是送到養老機構，這恐怕也不是3000能解決的，對吧？要是5、6千的話，他們的子女也沒法負擔。完了之後，子女把他接到身邊去，在他們打工的城市生活，其實也很難。然後子女不打工回家了照顧他，那是更難，那沒有收入了，對吧？子女還有孩子要上學，這就是現實困難，怎麼解決？說來說去啊，就是咱們中國在這個現在的發展中啊，實際上對農民有一筆欠債，而這一筆欠債呢，到現在黑不提白不提，一個月給100多，一個月給200就打發了。雖然有很多專家對吧，很多學者呼籲對吧，要大幅度提高這個農民的養老金，因為這本來就應該給的，這個呼籲沒有用啊，一年漲20%，簡單點說吧，就是農民目前這個樣子，應該理解成是國家這個40年發展欠下的債應該要還了啊，怎麼還？也就是這一課怎麼補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首先要認識到這個問題啊，就是要補這一課。那再說怎麼補，不用擔心錢啊，錢有的是。你想一想，修個水電站1萬億，眼睛都不帶眨一下的，對吧？修這個鐵路，修那個橋多少萬億，大筆一揮，那怎麼到養老這兒就這麼難那麼難呢？沒錢呢。所以說不是錢的事，是認識的問題，對吧？修老幹部療養中心上100億的，修廣場，修仿生椰子樹，眼睛都不帶眨一下的，對吧？給農村老頭老太太發點錢，那就是千算萬算，這也不夠那也不夠，所以這是認知問題啊。老人缺錢，老人養老沒有保障，子女又沒有辦法賺錢，對吧？牛馬現在就業又難，這就是分配問題。一家子女賺不到錢，老人又沒存款，一個月200，那你說這一家就完蛋了，那日子有多艱難？而這一切啊，是馬上就要解決，迫在眉睫啊，因為老齡化越來越嚴重啊，它不是說越來越輕吶。2023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達15.4%，進入中度老年化社會，老年撫養比為22.5%。預計2030年後，老年人口撫養比將快速上升至說2084年，就是50年以後啊，達到87.5%。農村老人看病，對吧？自費比例還高，報銷的比例是相對城裡面還低，這都是問題啊。所以作為韭菜來說，你在這兒扯來扯去的沒啥用，叫什麼扶皮撼大樹是嗎？沒啥用。那我們能辦的就是我們自己，一存錢，對吧？誰也指望不上，你就得存錢，沒辦法。第二呢，就是鍛鍊身體，因為失能的老人是最難辦、最難解決啊。如果只要你身體健康，你能行動啊，你能自理，哪怕你90歲，對吧？也可以啊。你有錢，就是有生活費，完了身體還能自理，你這基本上不用考慮養老，不行就是叫外賣。所以說，作為牛馬，作為韭菜啊，說1000道1萬，一存錢，二鍛鍊身體，對吧？如其你等着社會制度完善，對吧？等着這個退休金多發一點，你還不如啊，現在啊叫未雨綢繆，早做準備。呼籲該呼籲，但是它什麼時候解決，什麼時候能完善，這個由不得咱們，由不得牛馬。所以越這樣，政府越刺激消費，它消費越起不來，大家就看到了，對吧？為什麼消費一年比一年差？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年消费更差，更不会花钱，这叫恐怖螺旋呢，那形成一个恶性循環。实际上这个无论是农村的老人还是城里面老人，都应该有一个叫兜底的保障。你这个兜底保障的水平，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这个不仅是你的这个制度的先进性啊，不仅是你的经济成就，也体现你这国家的人文關懷。這個才叫斬殺線，就是要比一這種兜底的能力。當然了，我們也要重視現實啊，客觀環境，就是農村的養老問題確實挺複雜的，對吧？也不是那種一句話就能解決。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這麼多，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